当呢？来了。哦，哎呀，那来了，对呢。哎，对对，行出来咱的身段就是安尼。哦。啊，我安尼，嘿，行，安尼。就是安尼。羡慕。你拍袂着啊！泰山恶顶，哇！阿妈，你哪会这换个走出来？啊，孙仔一只，我家己伫厝无聊。你无聊，你是不是？我骑车佚佗啊，佚佗出来老老的。对啊。你了行离开呢吼，那开着啊！你看了我嘛会哭呢，已经，就介意报你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